想要招財致富，屋企間風水好重要。其實每間房子都有明財位，若果觸犯風水禁忌中嘅財位見空格局，就可能造成財氣外露、荷包空空。點樣揾出家中明財位？一般嚟講，若果住宅門開喺左邊，明財位就喺進門右邊45度對角線；若果住宅門開喺右邊，明財位就喺進門左邊45度對角線。若明財位處冇被台形牆面包圍，開咗門窗，正好為房門口、走道等背後無靠嘅狀況，就觸犯咗風水禁忌中嘅財位見空格局。財位冇靠山，錢財留唔住。明財位關係住整個家庭同埋個人財運，裝潢時一定要符合風水原理。若係家中明財位見空無靠，等於財氣無法聚攏而不斷外泄，不利進財同守財。仲有幾種狀況亦都需要注意。若果係財位上方正好為冷氣，財氣會被風吹散；若果係財位堆放雜物，會使人理財能力降低，金錢運用失當；若果係明財位為廁所，為氣壓制財氣，容易俾人欺騙而破財。若果喺明財位放垃圾桶，屋企人間容易因為錢嘅問題嚴重爭執。如果明財位咁啱好係臥房，等於瞓喺錢財上，會越瞓越旺財。風水小物鹽燈、紅紙。如果財位見空，可以喺呢度擺放小茶几、鬼檔作靠山，再點上鹽燈、氖燈或者蠟燈，利用燈嘅熱催旺財運。亦都可以準備 A4 大細嘅紅紙，寫上財山在此，對我生財，並貼喺明財位上。鍾意我哋頻道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